那这个买疫苗风波也加来到台北市长的选战路，无党籍的黄珊珊今仔日咧伫早起伫面册顶头发文，讲这疫苗伫去年捐疫苗。主席伫去年捐疫苗变做是救命温情人，毋过却因为这个选举咧，互人批评做是中共的降落人。也国民党主办案也讲，家己会甲主席徛做伙。但是中是搁再背回讲，强调这执政党无可能去动疫苗的。前疾署白色西装外套出席活动，普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出席座谈会。不过，伫19早时，伊则伫面册发文，讲因为一场选举，主席为捐疫苗的救命恩人，真做中共降落人。怎么这么久才进来？所以可能还是要请他们说清楚。当人民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极尽所能的、尽全力的去争取疫苗？还是说用意识形态在做相关的处理？国民党团伫19早时也召开记者会，讲伫去年也咧做卫福部处长的谢水元，甲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，拢有主动民间组织买疫苗。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今日拜会行程，嘛讲到疫苗争议，伊认为应该还原疫苗采购过程的真相。但我选择跟慈济还有台湾人民站在一起，慈济是捐赠500万剂疫苗给台湾民众。稳定台湾民心的宗教团体，却被打成中共同路人。执政党不会去挡疫苗，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。我们要为疫情负责。那疫苗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武器。疫情被攻击，让人民的健康受到损伤，没有执政党会这样做。纵使是国民党如果今天执政，我们也不会去攻击他挡疫苗这样事，因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甲疫苗采购争议摆一边，但是中共会继续推出通照顾大部分市民的政策，目标得票数要超过50%，才会顺利推动市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